林憶蓮同時裝設計師何梓欣呢日出席一個時裝比賽嘅記者會。呢個比賽以減少浪費為主題，希望參賽者做到環保同埋創意並重。比賽中表現優異嘅參賽者，仲有機會同憶蓮合作啊！我會揀其中嘅一位參賽者，咁就我會同佢一齊去佢會幫我設計一個服裝科，可能係 show 或者 runway 嘅 piece 咁樣。但係佢設計咗俾你之後咧，你會喺咩途徑會用到？會唔會 MV 啊、演唱會啊咁樣？要睇下個設計出咗嚟會係適合呢一樣嘢咯。即係當然我覺得佢可能性係好大嘅，可能係 MV，可能係一啲淨係演唱嘅一個場合咯。憶蓮作為藝人，着靚衫嘅機會特別多。不過憶蓮對時裝嘅睇法唔單單着重美感，同時亦好關注衣物對環境嘅影響㗎。希望大家有一個 awareness， 就係用一個珍惜資源嘅一個精神底下去設計啦。咁但係設計本身當然都係要講翻佢本身嘅創意同埋佢嘅有特色咯嚇。何梓欣透露自己將會幫陳奕迅設計演唱會服裝。佢表示以 Eason 今時今日嘅地位，着乜都有人聽佢唱歌㗎啦。仲講笑話想幫佢設計孖煙通加背心嘅造型啊！